哇，看看这全是来9-9哈，9-9，好，你这个滚槽哦，你这个滚头罗汉的这个特征就非常的明显。同样的哈，我也要邀请各位特别来注意一下整个项目的收钱啊，它的收钱就是感到非常地道的罗汉拳的风味啊。那这个真的别的地方真的看不到，来说啊，真的看不到啊。所以我们说今天的蓝少林啊，在我们南部川啊，南部川复活了。昨天才刚刚世界末日了啊，所以今天复活。中南美洲的国家。好，这是国际啊。袂了嘞，袂了嘞，哦。哇，哇！难道你甲各位报告吼，那个临别秋波很重要哦，在修滚了，这完了啊，我真多啊！哎，我们现在朱老师哦，朱老师啊，愈练愈水哦，愈练愈水哦，哎，好，本来是咱另外一种完全无。